新型汽車碰瓷黨受到社會高度關注，警方交代最新嘅調查進展同埋案情，至今已經拉咗20人，最新嘅拘捕咗律師行嘅職員同埋詐騙嘅索償人等。等我同大家講講3個重點。第一，個案數目多，情況嚴重。警方至今已經收到超過430宗個案，主要由保險業聯會保險公司轉介同埋受害人報案。涉及款項超過1億元，情況非常之誇張。而當中近70成嘅案件原來都係涉及同一間律師行。警方最近嘅拘捕行動就拉咗11男5女，連同早前嘅被捕人涉及醫生啦、律師啦、法律助理等專業人士，可見呢啲都係有組織嘅敲詐勒索。第二，無中生有，離晒大譜。警方透露涉案人利用唔同嘅手法去呃巨額嘅保險金，例如有人聲稱因為交通意外受傷，申請高達幾個月嘅病假，令佢失去超過10萬蚊嘅收入。但係病假期間其實係如常返工同埋出糧。亦有人涉及串通醫生、誇大病情、捏造假病假紙，取得超過40日病假。但係其實係聲稱睇醫生嘅期間佢根本都唔喺香港。有個案則涉及申索買花膠啦、護肝素等補品，但係警方同藥房核實就發現呢啲單據都係偽造嘅。第三，千祈唔好因為貪心而犯法。除咗專業人士今次拘捕行動中亦都涉及來自唔同行業嘅索償人。我相信警方亦會繼續深入調查，令呢類嘅詐騙係唔會得手。希望大家唔好因為一時貪念俾人利用，以為呃下保險好小事。事實上相關罪行非常嚴重，最終得不償失，打到自己要坐監。警方認真跟進新型嘅詐騙案係值得肯定嘅。而呢類嘅保險敲詐大家都要繼續警惕。一旦遇到意外或者被索償切記要報警同埋向本公司係報備，唔好怕煩。請大家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